不過娛樂花生堂咧，想同大家講一單比較嚴肅啲，亦都唔係咁開心嘅新聞嚇。咁啊，我好覺得咧，好欣賞嘅一位資深藝員許紹雄先生 ，Benz 雄 Benz 哥，即係歡喜哥。咁咧就喺10月28日咧就離開咗世界啦。咁啊，終年76歲。知道咧就係因為咧呢個腎癌咧引致多重器官功能衰竭，咁所以咧離開咗。咁喺度咧，我要同大家咧就即係分享下佢嘅情況咯。根據明報嘅消息，許紹雄咧前日咧就經傳病危入院，大批圈中好友包括黃子華、林峰、吳卓羲、黃宗澤、苗僑偉同埋佢太太戚美珍、蕭正楠同埋佢太太黃翠如等咧，先後趕到醫院探望。而馮素波亦都稱咧，許紹雄咧當時咧係需要戴氧氣罩，直到咧琴日10月28日嘅11點鐘。許紹雄嘅屋企人咧透過黎芷珊咧喺媒體咧公佈咧，許紹雄喺凌晨10月28日嘅凌晨咧2點23分咧就與世長辭，因為癌症引發嘅器官多重功能衰竭。當時咧家人同埋好多朋友咧陪伴在旁，佢哋嘅家人咧好多謝佢嘅朋友連日嚟關心到醫院探望，不在港嘅好朋友咧都有致電慰問嘅，後事咧就留翻佢哋屋企人公佈。咁至於佢嘅契女啊，佘詩曼咧，前日咧已經喺澳門出席完活動嘅時候咧，就知道阿契爺咧病重，咁就取消咗原本去北京行程，即時翻咗嚟香港啦，探望咗契爺許紹雄先。咁之後咧都因為可能工作在身啦，所以都飛咗去北京。咁最後咧，阿契爺都係不幸咧離世。咁咧佢接受訪問嘅時候，亦都強忍淚水。咁佢就話咧，佢係我非常尊重嘅人物，認識咗佢好耐噶啦。佢亦都當過我阿爸好幾次，例如呢個《使徒行傳》行者啦。佢每次拍戲嘅時候都非常認真，塑造每個角色都非常之深入民心。係我哋開心過。佢喺片場永遠係好樂觀，雖然大家都好攰，但永遠咧同我開玩笑，將氣氛搞起嚟。佢好樂觀。亦都非常愛家，對佢屋企人好好。佢一生都好努力賺錢，希望俾屋企人咧係一個好好生活。雖然佢而家唔喺度啦，但係我哋咧應該傳承佢嘅積極樂觀性格。雖然而家係非常之傷感，但係我哋都要積極往前走。因為咧，我知道佢咧一直勉勵我哋開開心心活下去，好像咧佢每一日都開開心心。所以老豆，雖然我會想你，但係我唔會再喊噶啦，我會諗你嘅。仲有我哋永遠都會好開心，我亦都會照顧你嘅家人。咁嚟講咧，許紹雄出道咗咧就超過50年嘅啦。喺1970年咧報名參加咗商業電台廣播劇天才聽眾廣播劇。1971年咧入做咗無線第一期電視藝員訓練班，同班同學包括有金國亮、蘇雲璇。畢業之後就順理成章啦，加入咗 TVB 啦。佢1974年轉到麗的電視，1978年重返 TVB。遊走各台電視台，激烈互相挖角。許紹雄咧參演嘅節目咧多到多不勝數，超過100部，包括咧網中人啦、新紮師兄啦、近年啲嘅賣剩 lady 啦、使徒行者啦、跨世代啦。喺經典劇新紮師兄入邊咧演呢個梁朝偉嘅舅父許紹東啦，好打不平口頭禪，大隻講啊，網民大讚得自然同埋搞笑啦。使徒行者嘅歡喜哥同埋賣剩 lady 嘅香善男同人廣為人知。喺2012年咧，萬千星輝頒獎禮咧獲傑出演員大獎。2013年咧，憑賣剩 lady 咧奪得咧最佳男配角。2014年咧，再憑劇集《使徒行者》獲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。佢亦都咧參加演出過百出電影嘅。喺新紮師兄會咧飾演楊千嬅嘅方麗娟嘅上司鍾樂海，自稱方中上，音樂咧成為經典。咁啊，點解許紹雄先生叫 Benz 雄 Benz 哥咧？本身咧佢就係圈中嘅隱形富豪嚟嘅。2018年咧就舉家移民咗新加坡噶啦，但係不時咧翻嚟香港咧參與劇集啦同埋電影。近年咧亦都為佢嘅愛女咧許慧晶咧回流香港。父女咧就轉攻咗 YouTube 嘅市場，一齊拍分享日常生活，亦都大談人生觀。咁佢就講過啦，
先唔好講有冇來世先，100年之後塵歸塵，土歸土，冇你亦都冇我哋頻頻撲撲，老老實實一世，帶唔走一磚一瓦，人生苦短。所以你想食嘅嘢，見你想見嘅人，睇你中意睇嘅風景，做你中意做嘅嘢，來日並不方長。有錢將日子過好，冇錢嘅將心情調整好，日子就一日一日咁過，有日你咩都會放得低噶啦。許紹雄亦都講過咧，人一世最緊要照顧好自己，除咗健康，冇乜嘢係真係屬於你自己嘅。少啲激氣，少啲計較，多啲開心，你話幾好呢？輸咗健康，贏咗呢個世界又點啊？好多病咧都係激出嚟嘅，激氣10分鐘咧就等於挨咗嘢5個鐘，所以咧我哋唔好嘥心機同啲爛人爛事去糾纏，唔經歷爛事點算係人生？記住心闊路先闊，路條路先闊。咁啊，講到佢有冇人生遺憾咧？咁我相信每一個人咧都有大大小小嘅遺憾嘅。咁所以咧，佢都唔例外。佢話咧，最大遺憾咧，唔係咧錯過最在乎嘅人，係而錯過最在乎你嘅人。要好好珍惜而家對你好嘅人。有啲人講一聲再見，呢一個世咧就係想見都見唔到嘅。咁啊喺度咧，我都好多謝 Benz 哥咧呢啲嘅至理格言，對我呢啲咁嘅開始踏入中年嘅人咧，都係一個明燈點醒，無論佢嘅宗教同我係咪一樣啊？咁我記得佢嘅宗教咧，睇翻維基咧，佢係天主教徒嚟嘅，咁我就基督教徒啦，咁相類似啦。咁啊，至於咧Benz 哥咧喺我印象最深刻嘅戲咧，主要有3出，咁啊唔知同大家有唔一樣啦。第一出咧就係新紮星，當時咧小弟咧非常之細個，係幾歲嘅啫，咁但係咧而家我都覺得佢好深入民心。第二咧就係歡喜哥啊，喺《使徒行者》歡喜哥入型入格。仲有咧就係電影方面咧，呢個暗戰啊，暗戰咧佢咪成日做一個叫做黃啟發嘅警員嘅，搞笑得嚟又有啲深度。咁好坦白咁講，Benz 哥喺我眼中咧就唔係嗰啲唔好意思咁講佢靚仔少身，但係咧佢嘅多才多藝嘅才華咧，反而令到佢咧好似一杯好純嘅飲品咁樣，即係越搭越有味。咁啊，佢嘅 style 咧，佢嘅樂觀咧，至少喺我眼中咧係仲好刻骨銘心嘅。唔知大家會唔會都好似我咁咧，有啲懷念佢？咁但係當然啦 ，the show must be go on。人生一定係咁，無論你有咩宗教信仰都好，人生總會有生有唔喺度嘅時候。反而珍惜眼前人係我哋需要去領略嘅。今集咧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個頻道咧，歡迎做翻個免費訂閱。訂閱嘅朋友亦都歡迎咧俾翻個 like 幫幫手。喺度咧再次多謝大家收聽收睇娛樂花生堂。下條片再同大家傾過，拜拜。